呢個就係下集啦，我唔知會唔會長得滯咧，又再分為中同埋下㗎吓。咁唐望戰士嘅功課啦，呢一個上次講咗啦，就係為咗去幫助我哋清除自我重要感咧，就有一個功課，有一個行動可以去做，去幫助我哋，就係抹去個人歷史。我戴翻個眼鏡咧，等大家知道今日做功課嘅時候啦。抹去個人歷史，咁大家可以攞啲筆紙，又係攞出嚟去抄低啦吓，要做啲乜嘢啦？咁當時唐望咧，佢哋嗰個要求咧就嚴謹好多嘅，咁但係經過心靈女王咧幫你哋去即係綜合咗咧，就唔會咁複雜嘅。你哋會做得到嘅，咁啊，但係聽咗原裝正版先啦。咁佢當時要個徒弟咧，因為你嘅自我感太重啦，下下都好多個頭腦咧，好多聲音喺度阻住晒，完影響學習能力啦、吸收能力嘅。咁所以咧，佢就俾咗個功課抹去個人歷史，就係點咧？要去親自去用木板啦，去砌一個緊緊夠佢一個身形，即係坐喺度嘅一個木箱。即係封晒咁嘅喎，可能有啲咁多罅啦，封晒咁樣，一個木箱咁樣，自己去搭建出嚟，然之後擺屎入去咁樣啦，然之後韞住自己嘅，咁恐怖嘅點解係咪啊？即係咁，當然你可以擺一個安全嘅位置喺自己嘅房間啦，自己嘅屋嘅客廳啦，即係如果你一個人住嘅話，咁但係你要熄晒燈嘅嚇，咁然之後咧韞住咗自己裏面咧，就係你可以話好似冥想咁啦，去回想翻自己過去咁多年，譬如你20歲就回想翻你盡你嘅能力啦嚇，回想翻過20年嘅嘢啦，或者你好似我咁哇50歲噶啦，咁你就回想翻過去50年嘅嘢啦，係咪啊？咁當然你會去到某一個歲數，你就覺得回想唔到啦，即係喺媽媽肚裏面啦。但有啲人係得㗎，我唔知啊，唔知個人能力問題，唔緊要啊，盡你能力由而家開始係倒轉去諗嘅，即係由今日、尋日或者係上一年我係做緊乜嘢咧？上一年嘅今日咁樣，就前年嘅今日做過咩咧？真係不斷咁樣去追溯。去回潮翻自己過去嘅人生，咁當然我哋唔使話無聊聊都一定要去追溯翻嘅，我哋可以去純粹睇翻就係過去咁多年嚟每一件嘅重要事件，或者係令你好深刻嘅事件，或者係你覺得好重要嘅事件，又或者係一啲你覺得人哋對唔住你嘅事件，又或者係你覺得你對唔住人哋嘅事件，一啲遺憾嘅事件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咁呢一個抹去個人歷史嘅呢一個嘅功課咧係好緊要噶。咁當然成個過程並唔係一日完成嘅。咁有啲人要係做個幾兩個月嘅。咁可能佢會得閒每2日就入去嗰個黑箱裏面就去做呢個功課啦。做完之後出嚟就寫低佢啦，係要寫低佢嘅。所以大家就算開始做呢個功課嘅時候咧，一定有筆啦，有紙啦，即係一本簿啦嚇，因為可能寫好多嘢嘅。其實成個過程越仔細係越好噶。越清晰嘅越好，特別係你啲感受，你嘅慚愧啊、內疚啊，或者你嘅開心啊，或者你嘅痛苦啊，你越寫得到出嚟咧就越好。嗰件事係咩事件啊？來龍去脈啊，係邊一個人造成啊？當中涉及嘅人與事啊，環境喺邊啊？每一樣嘢你越寫得仔細咧，越記得清晰咧，對你呢個抹去個人歷史咧就越有幫助噶。有啲人可能嗰個人歷史太過影響深遠啦，佢未必一次呢個練習就可以完成，可能佢隔幾年要做多一次。咁但係基本上咧，1次到3次咧，你就開始發現咧，自己個人歷史咧就好似唔關自己事咁噶啦，只係好似上咗堂歷史課咁樣，係人哋嘅嘢嚟嘅，就同你無關噶啦。咁你就開始一身輕噶啦。咁一身輕之後，當然就嗰個自我重要感就輕咗好多啦，因為好多過去嘅自我判斷啦、自我嘅框架啦、自我嘅描述咧就開始消失咗啦。譬如，因為我以前俾人呃得多，所以我都好細膽嘅。呢啲咁嘅自我詛咒、自我描述咧，會經由呢一個抹去個人歷史嘅練習，一次又一次睇翻，係其實我根本就唔需要咁做。咦，係個問題唔係我，係對方。你一次一次咁樣練習去睇翻之後，個清晰度啦，嗰個覺知同觀察出現翻嘅時候，你睇到晒啦。其實嗰件事你會開始唔再受佢影響噶啦嚇。咁你都睇到，你唔會再咁樣眼光睇自己。其實我當時唔係傻，係個人真係太奸喎。而當時我真係太無助喎，先至會去中咗呢個圈套喎。你可以睇到好多嘢。其實個自我嗰個重要感咧，就慢慢咧就被呢啲包袱咧就可以拋開噶啦，唔再關你事噶啦。咁你就變咗自我重要感就冇咁強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最後啦，我哋梗唔使砌個木箱啦。其實個方法就係頭先講咗，攞本簿啦，要有筆啦，然之後擺定喺附近啦。咁其實你最好就一定係獨處，唔可以話有另一半阻住你嘅。你做呢練習嘅時候，可能你做2個鐘頭啦，你有時間咪去做咯，冇時間咪隔2日先再做咯。反正你回想完之後，你就寫低佢呢係重點嘅。
然之後最緊要間房要係黑掹掹嘅，熄晒燈，因為我哋入緊我哋嘅潛意識啊，所以我哋要熄晒燈嘅嚇。咁當然如果你話你有個冚張被遮住自己咁樣去諗，亦都可以啦。隨你自己喜歡舒服啦，就唔需要擺個木箱裡面咁恐怖嘅嚇。又或者你話真係我喺廁所裡面做都得啦，喺個間房角落頭位又得啦。你自己覺得舒服，覺得好有一個即係私人嘅空間，唔會俾人騷擾，唔會俾人打擾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眯埋眼開始深入去回想翻自己人生。基本上去到最後，我見翻自己幾歲啊，或者一兩歲嘅時候啊，甚至乎咁基本上你就完成。但係正如等所講啦，你冇乜問題嘅話咧，做一次就足夠噶啦，幫助好大噶啦。但係如果你有經過啲好創傷啊、好深刻嘅烙印咧，咁可能要做幾次嘅嚇。咁當然你可以分2年再做啦。咁你修行嘅過程都會繼續，你嘅力量都會越嚟越大啦，越嚟越擺脫到呢啲影響嘅，所以係唔緊要㗎。咁今次講到呢度啦，咁大家呢練習咧，不妨去試下，係對你幫助非常之大。將你回想翻所有事情咧，就一點一滴全部寫晒出嚟，可以俾自己清晰睇到嘅。咁成件事就開始同你有一個距離，唔會再好似困住你、綁住你一樣噶啦。好啦，今次講到呢度啦，有咩問題咧？你哋做完功課或者有啲唔明白嘅地方啊，或者有啲哎呀好驚嘅地方乜都好啦，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，我一有時間就會回覆大家噶啦。多謝。